这下台尬就而家台外面先摆一下嘛，有吗？有别的话现在来得及哦。好了，那我这样问个问题，你觉得你跟我谁比较帅？怎么问这么笨？对啊，哦，哎，一模熊呢？小朋友不会说谎。因为抢玛莎呢，玛莎好燃刀，很好，来。哇，拨头发。干娜抱抱。好了，爆猪了，爆猪了。对啦，对啦。要摇一下，BB要不要摇一下？你去摇，再来一看看，摇，去。来，身体先摇，身体要先摇。身体摇，可以。对。不要头发，好了。其实迄爱七个不卡就做切夫椅的啦。豆腐女王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廣東朋友大家好，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愛民族，開中發票。宜蘭嘅鄉親朋友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感謝一下上機。其實老哋都宜蘭同親戚，你面看你兩個安度是吧？係啊。親到對沒有你嫁過來啊？係啊。都要特別來成班的呢。係啦，你講吼，唔單像廟裡哦，今日20十來賓哦，海外客家人。真勁呢，有必要那麼兇嗎？不需要啦，但很激動是真的。對，真勁呢，世界客家啦哦。好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第先來分享到嘅係顏耀鵬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妹，大家好。阿峰哥好，大哥嚟分享到係大盤區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大盤區。歡迎克里斯，要進步面啊。好，馬上來分享到風吹潛水站，正經係世界客家一家村哦。馬上來分享到風吹嘅後，正經係來自於海外嘅客家哦，而家下面係台灣人呢。分享到也嘅來自於東山嘅媽媽同奶爺安娜、老李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呦，安娜呢，佢係來自印尼，對不對？對，來到台灣已經成翻會30年呢。哇，真緊動身體，等下好嚟打嘴嘟一下。好，大哥咧繞牆道係攬水5級嘅標誌妹，記得係衣淑名汪皮基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歡迎。行講係講客嘅先生。我係講客嘅先生，你好教小朋友講客話。好，希望大家好好跟我糾正一下。你就直接跟我講。喂，咁假的啦。好啦，兩次我先來問看呐，安娜姐來到台灣成翻22年咧。嘿，那個時候，你都喺到東山亞島畢業嗎？東山呢，東山鄉。對，東山鄉啊，靠近火車站。火車站嗰啲啦，好嘅安多好聊嘅地方啊，還有東山夜市，又好食又好搞嘅安多咧。對，安多。夜市誒，吼，一聽我去。對呀。香港裡面喺到夜市嘅地度。對。生意最好的那一天。印尼沙爹，一聽到哎，東山夜市啊。你媽媽會大概會帶你去那島畢業了啊？也是。哦，去有幫忙媽媽嗎？有。那今天有機會吃到你那個東山鴨肉，吃得到？有，太好了！東山鴨是最有名嘅料理，直接來到一家自助。唐公嘅基本係帶來印尼風味嘅。Yes，太棒了！但是更厲害的，來看一下攬水嘅一片。記得我記得上一次每日來賓係來自五節，但我們今天要推薦係一個節日。今日五節鄉呢，因為西瓜有安泰嘅產量吼。啊，鄉公所呢，佢就為到講，按樣辦來為啊農民哦做一個推廣，就有一個攀比賽，嘿，就要攀比賽啊，比試西瓜，萬人客家哦，萬人是卡到，哇，西瓜太 vivo 哦，對啊，你可以去哎，我下一屆我直接報名呢。對呀，因為我凍好學西瓜，哎，我五屆的西瓜呢有名，因為啥可以種出來。這邊的西瓜糖講用鄉公所動用心來推廣菜題嘅嗰種西瓜。冇唔錯，嗰時呢不過喺到東山亞島畢業呢有夜市誒，非常喺講來到五節一定要來食西瓜，啊到底根本依家都講嘅東西會出現到料理地度冇呢？睇下叫我來期待。先來進行踢館嘅比賽，手下丟起來，兩喙會用粗排嘅方式結添菜式嘅調味老食材，三定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自天嘅料理。上來兩喙會丟出物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，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暫時就開始咧。各位亞
一关呢，就平太去个好运气的啦吼。然後有個水仙準夢啊，就求過，做到保佑人哋出到好食材。今下大家就而家台外面先擺一下哦，有嗎？有別的話現在來得及哦。好來，各隊先派代表，來，先來猜拳。我們是老師哦。哎，老師，老師哦。歡迎他鬥在馬上讓剪刀石頭布，這麼快，這麼快，來，老師旁邊站。好，我們先往左邊一點。麗婷站那個顏色，媽媽站這個顏色，黃色。選哪一個哈？3人先一組 set 哦，待會拿手不要把裡面的字給大家看。你要這樣，翻到肚子上，放在肚子上，待會才秘密武器，知道嗎？好嘞，我們來選牌嘞。好，每個人自己選。好，你要選哪一個？好，這樣子好。 OK。藏起來。看到嘅吼，好怕，觀眾朋友喊唔啲。係啊，看下今日風吹去做嘅料理，主食菜。黃色先安娜姐。皮蛋。來，麗婷。配菜是。豇豆，長豆，蔥嘅啊。重點係做乜嘅口味？我希望是椒麻。來，明珠姐搶快拍。糖醋皮蛋。對啦，這樣可以。我先到做人都懷疑自己了，對不對？先炸一下，對，可以啊。走的。可以啊，走的啦。徐師傅有沒有信心？有。好，那就好。問麗婷啊，麗婷有沒有信心？有，讚。好，來，我們讓他們慢慢選，沒差。反正等一下阿妹煮嘛。阿妹煮。我負責黃色，那個淑明姐負責綠色，然後碧儀姐負責紅色。好，選一個。一起選嗎？對。哦，應該先好嘞。你的超好笑。我先跪，不好意思哈。跪沒有用，錢拿出來。因為人家給他摸擺。我先搶魁牌。可以。Olen。哦，Olen。嘿。來，秀妹姐，我的故鄉人哦。好，來，請開牌。馬蓋。中醫哈。重點是做乜嘅 kill me。碧儀姐哦，這邊加油啦，你就走對了，可以耶，可以呀，你幫我們整個逆轉勝呢，你兩項日本球，走，來，走對咯，這會不會是我們期待很久了師傅大對決？沒有，還是我們來組，好。可是其他就這麼的險情感，我們永遠平手。係啊，咁我先來提醒一下大家，等下就初試題循環60秒左右使用哦。我們超級做的7卡天數7卡，好，馬上出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哦。好，咁先通過係啊。好，先通過。通過。OK，好。OK，好，很久。哎，那番茄不是要去皮？番茄要去皮。你昨天先捅一下，不宜去皮啊。我們要先。沒有，我們要先這個你用的。等一下。麗婷唔會哦。唔會咯。全部朝天爬。 2年級。 2年級會卡到啊！強咯，今日做仲好咧。哦，跟做中普斯，太大刀嘞！哎，我太大了，那個圖都跑出來了。我忘記。這個可以啊，我來幫你一下，把這個去掉。工位很輕鬆就好。安娜姐，嗨，最喜歡台灣哪個地方？我最喜歡哦，我哪裡都去的。 哦，真的哦，真的。好，來，你講你係從營二來，我一刻可以講到安順。安順嗬，我印尼啊，印尼沒有客家人啊，印尼嘅客家人啊，有。對。哎，我好奇在印尼嘅客家菜啊，有客家小炒嗎？有啊，竹蟲炒公司。哎，有，也有，有那你們也有西風西炒哦？啊，有這幾擺嘛？有。哦。強哦。 我還有上過客家那個什麼客家電視台那個，你有上過？做乜嘅？做那個活力新故鄉哦，到去專訪哦，跟那個很棒哎，我們聊聊麗婷好不好？對對對。哎，麗婷有交女朋友嗎？沒有。所以麗婷，現在在學校2年級，是不是全班最帥的？哎呦，那我這樣問個問題，你覺得你跟我誰比較帥？怎麼問這麼笨？對啊，哦，哎，emotion呢？他當然講自己啊。哎呀，他說的老實話啊。對對對。
小朋友不会说谎。系啊，星座母羊座。母羊座，你们聊家星座干嘛啦？很热闹。哎，无人这个爱掉狗，该可以哈。对，这个好了的时候啊，加给先去皮这个剥壳之后切1开8。 1开8。哦好， ，OK，好。都准备咯。看咱出看了就马该。老师好，敬上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哇，哎，滚豆全部切好哎，嘞那。个是黑轮哦。滚刀黑轮，哎，你们记黑美丽的客家人，嘿，美丽客家人，美丽丝。没有历史来認清啊。認清有國色嗎？我按頭吧。哪一個國色？太同國色。文山。文山國色，我媽媽沒黑文山國色。好了，你有在处理一个动作呢？魏征，Lisa，我有錄，哎，我錄啲山來啊。因為較油，係啊，較油啊。对啦。哦。它圓呐。咁咪做得潮嘞嘛哈？你有潮嘞吗？第一，今天怎麼這麼安靜？是因為口罩以下太美了嗎？很紧张。很紧张。來，讓我站在你旁邊。我更紧张。那你過來這邊炒菜。他不他你就會降低，你來炒菜哦，你來炒菜。都是帅哥，我太紧张了。碧姐，你真的換太快哦，立刻攻守交換。覺得他不舒服啊。好啦，我先問一下，你呢個米醬愛做燥嘅，又係做湯的，因為我看水下豆誒。我慢慢的本給熟。好。哎，碧姐，你的工作是什麼呀？家庭主妇，家庭貴婦。哇，貴婦吧。跪在地上的一个。所以今天是那个我们淑敏姐找你來的，对，所以今天有贏的打算嗎？考慮吧。沒有哎，沒有哎。來聊的呀，來聊的。你來看風景的，對不對？看龜山島。一來到就先去看風景的啊。哎，有哈。有，先去行看看那。啊，等下你給我都轉來哈。好。好來，怎麼還沒好？等一下，好了，來。但是有暫停嗎？沒有暫停。一幾輪風就別開了一點。對，你在凍掃哦，該你要凍掃。沖水。沒有關係。沖水放下去。沖水。要不要沖脫泡蓋送啊？哎呦，放好啊。師傅好帥。師傅幫我開始了嗎？還沒啦，那是英雄救美這一部分。哎呀。對，沒關係。對，等下剝個哈，剝個切頭，那豆切哦。哎，師傅，一定要用水滾的熱後哈，它給它定型自然，用泡的係咪做得？唔記等下想用泡的係嗎？係啊，你等下用泡的嘛。係。哦好。弟弟幫忙剝番茄沒做得啦。剝番茄，幫你把這幫我倒掉。他不會。我來幫忙他，我隊長可以吧？做得。開火。可以啦。開吧。姐姐，你看你動為主啊，你怎麼今天那麼安緊張呢？沒有，不會煮這個啊，還有這個要。好了。我們要求救了。他們那邊求救了。我們要了。好。對啊 ，right now 了。好。來，1、2、3，主席幫我。來幫主席幫我。許師傅好不好？綠巨人嗎？許師傅好 ，OK。來，許師傅來。請師傅來。好，我看一下啊。好，準備了。幫我丟掉。好，繼續搶快時。師傅加油！哎，大白看到臉譜，我就想玉涵姐。來，tomato 脂溶性，脂溶。看那抱。好了，爆珠了。對啦。繞個家珍講哦。那想馬莎呢？馬莎好燃刀，很好，來。哇，波頭爬。他太緊張了。你要騙我現炒通啊？炒通。你幫他翻譯啊。炒通哈，還有咧。然後tomato醬，麗婷想說 What happened？放奶。哇，那豆子要不要加？豆子。好，讓它擠起來。擠起來。幫你，不是幫奶。我說幫奶。你等下我兩梅頭挑好時間，你讓試下梅頭哈。紫米頭。酸味。醋。好，醋哈。醋。好，我倒算10、9、8、2、1。好，味道麗婷，再給你3秒。好，3、5、2、4。1。好，冇嘞。 Yes。好，剩下都是高半麗。拌炒，等下關火，拌炒關火。好，咱準備要用的哦。好。要吃味道哦，吃味道哦，吃味道哦，吃味道哦。我已經幫你關火了。吃味道哦。來，通關密語。處處天書愛。我想馬莎呢？馬莎好燃刀。
很好，来，哇，波头趴。好嘞，好啦，让田去讲。最重要是米酱的梅头，来，一起开始。好，全部买下去。这马浪树有先通过吗？有来啊，哎有。有哦。有啊刚，才有汤啊。我去煎一下，来，那蚵仔就捞去泡过也煮过。哦，去切硬硬啊，四海一家亲啊，都一样。好，四海一家亲啊。说什么都可以通。还变马铃薯炖豆，有哦。也是本去酥汁加梅酱的梅头，你啊调含一漏点汤下去，糖嘿，跟胡椒粉。哦，等下本去煮一下，然后给马铃薯软，好，3、4、3、2、又调含啊，调含漏點糖鏡頭，假使唔啦，他們條魚未做得上。調油係一點點係咪做得？哦，好啦，對，我傾過我傾過。傾一下，不一樣一下。那就要蹦翻吧。唔好共聚啊！好，好了，来倒数了哈。来，我们要看一下那个。现场马上来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來試試看下體育館，那我卡米西卡站到咯。好，厲害體育館各組廚出來嘅食材呢，來變出料理，先來試試看下風吹嘅咯。皮蛋好好吃哦！你家係咪想講兩隻？因為馬蘭哦，日本冇人做糖醋啊，結果電腦還凍好些嘞。小朋友不會騙人，你看他吃光光了，好吃啊！媽媽覺得呢？不錯哎，替白粥對不對？挺皮蛋哎，對呀，皮蛋糖醋，對，好吃也好食的。我感謝戚師傅，因為佢手就學車全副他提係狗油啊，所以一下而已，傅一聰也清爽。我覺得洋蔥再軟一點會比較好吃。它會更甜，對不對？對。像我們藍隊這邊就做的一級棒棒一級棒。它這個馬蘭酥跟今天傅一聰的麵。而且家嘅蚵仔呢，蚵仔本身有條麵，唔過攞嘅米醬落去嗰個擺層呢，把鹹開有米頭。麗婷這樣辦，可以。媽媽的好吃還是隔壁的阿姨做的好吃？媽媽的。答對了，答對了，小朋友不會騙人。兩頭最厲害，完全挑梅啊，唔會過鹹，因為米醬水醬就會過鹹。米醬就留人講嘅馬鈴薯嗰個蚵鏈吼，留佢包底呢，但是呢，食起來嘅口感應該係當好嘅。錯冇哈？因為雪菜嘅關係啦，所以蚵鏈基本上就是這種海味，所以正價完全冇用來鳳梅，就是不知道誰抽到蚵鏈的真。好，我哋有興嘅想法，等下就要看一下師傅應用版嘅評分哦。緊張誒，師傅想發片用版呢，戚師傅搶本分數。耶！一下搶快，小戴師傅，哇，強球！舉手，戚師傅搶公平。好，我們本藍隊吼，其實調味部分動重要，像我哋洗的時間，基本的煮的調味料是味噌，味噌的梅頭本胡椒粉壓下去的啊，是正常。啊，不該紅的這個吼，佢講全部糖醋醬，撈該長豆，吼撈該皮蛋炒落凍吼，醬最主要係該糖醋的蒜絲醬汁調落凍好啦。好，來談談一下小戴師傅。兩腿的挑梅那個全凍好，啊不過一點小缺點，你要風腿兩邊該食材的大小又差一點程度，兩邊是全嘟嘟好。講胡椒粉奶酪的啦，所以嚟感覺該因人而異啦。好啦，體育館內容最多個個得到1分哦。三輪你睇下先休息下，看下今日戚師傅帶來乜個好料嘅，我嚟留睇次間分享咧。師傅出題菜 ，Hello， 戚師傅呢真用心啦，今日帶來菜名係乜嘅？酸辣爆爆豬。酸辣爆爆豬。好啦，爆豬啦，爆豬啦。係啦，撈個家陣講哦，係啦，爆爆豬食，我等下爆了。爆米花，爆米花，現爆哦，現爆，哦，然後係伊比利豬，我最愛的。伊比利豬哈，它是豬肋條，然後這個是糯米椒，紅椒配顏色，洋蔥也是，啊，這也是泰國帶回來的酸辣醬。
配酸辣酱，啊，好吃哎！好吃啊！哦，这个是爱嘴，哎耶，开始了哈，哎呀哎呀，开始酸辣酱那。地北都可能冻到用料哈。又该南姜、香茅、新香料冻好先。来先料理。好，我先料理啊。棒。那这个先来快火。我要看爆米花，丽婷，你有看过爆米花有吗现场爆吗？有吗？有哈。有哦。要用讲的，不要。莫丽婷，你口内好选香美，对不对？甜的爆米花还是咸的？都喜欢全啊。部都有，啊，全部都有。痛挑主要还是比较用用。别用停，你刚刚讲说口味是什么？酸辣爆爆猪。酸辣，然后你要用泰式都会走酸辣。哎，有问题大家要随时提问哦。好碧仪姐不要再放空了哦。好帅，好帅啊，师傅！学会一招了。弟弟比较帅，尬萌哎。要切几节的？哎，一个同样哈。那我们总共要切5节呢。爆米花了吗？阿曼哈，这边吗？太酷了，太酷了！哎，先看一下他们走吗？看。它才爆米花才会有味道这边有没有？啊。要盖吗？等一下，我摆了，我摆了。我们等下这边看哇，它的变化哦。啊，你们认真看，我这边认真做菜啊。然好，后要摇一下，弟弟要不要摇一下？你去摇，你去摇，再来，你来看，摇，去。来，身体先摇，身体要先摇。身体摇，身体摇可以。对。不用头，不用摇了。有。因为这是关键哦，它一个爆还没爆起来哦。而且受热要有没有听到声音？还没。哦，有了。哦，摇一下，摇，有没有？摇。哦，对，摇。哇，有了。久有没有？摇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摇一下就好了。OK。好，看它很疗愈哈，有没有？真的耶！疗愈哈。可以再摇一下。伊比利猪，你有处理嘞手？疗筋的部我的分又要。画面一直在看这个。好厉害！哎，手疗走。哎，可能。等下不走嘞，手疗走。等下一比例之后又要，因为你还筋膜，哎，把你一挑。巴豆。哦。巴豆嘅目的係味道。它的口感，口感哈。大家就食過豬肋條嗎？咩一半的哦，係1比例，4半沒有嗎？那等下多吃一点。在這邊哈，你看好，它掌聲恭喜，好謝謝麗婷。哇！姜油安看，差不多咱看咯，火罐睇先變方便，然後先變了好咧。好來，我來聽，我來聽。誒，不過師傅吼，我家家問一下，假師傅看吼，自家想嘅食香咩？你們就去買那個玉米花，玉米花是要變沙油的時間，你就要開始糖啊、奶油，不用它全部不用是做得咧，你想比較好吃嗎？做。爆香的動作吼。洋葱。其實兩味做咗全部用鋪的啦，好，咱要先看下。可以吃吧？做得是咧，來，麗婷來，還在爆。不會燒哦，不會燒哦。這樣我可以蘸那個醬嗎？可以。那吃了要跟大家分享口感哦。麗婷，蝦醬。他點頭如搗蒜。我來吃看好嗎？來，我拿過去。啊！來，那你們這邊聊天一下啊，要等一下。好，我們邊吃哈邊看我哈。啊，這個油溫大概油溫要啊170到180哈，180，嗨。來，好，糯米椒美哈，好吃哈。伊比利豬。好，我們調這個醬。我們來賓請歸位。歸位哈。又來，還有。又要香氣死又來嘞。好吃嗎？第一次吃到。好，兩時好嘞。哇，鹽酥雞。因為它有油脂，其實做啲全關火。因為它品質夠好。其實凍因為感覺豬肉啊，會有隻臭瘦梅，但是伊比利完全冇。好，嚟一點魚露哈，兩味泰國大狀來哈。哇，伊比利豬。哦，厲害。好香啊！好，了不用哎。哇！然後它可以扒那個醬汁。大家晚一點，因為我怕它會很辣。你說晚上8點嗎？好，8點才可以爆這些東西。晚上很熱。其實迄愛七甲不卡就做豆腐魚的啦。豆腐女王。留一點半愛哈。哇！你很用慢上到爆米花做入菜咯。因為出街去泰國啊，上過一定要上過爆米花做啲做埋嘅東西。哦。所以是上到了爆米花。哇，這個盤子。
阿里潘呢是因为俺根本要落去海边，哦，又该金色的夕阳，啊，不过根本冇夕阳，哇，对，金色的哈。太用心了，你知道给其他师傅巨大的压力啊。真的。小戴，唔是惊，我们随便。啊，下辈嘅係酸紅嘅海草。海草。哦，天哪，天哪！哇，富裕胸，真的我覺得。好，然後先，然後我表一點，哦，要都要拍，要都要嚼，你哋做啲習慣哦。兩種摸兩種嘅梅。等一下要給麗婷多一點哦。麗婷，因為安娜姐會去搶。我是想的呀。太厲害了，太厲害了！酸辣爆爆珠。按鈕就後生喽。齐师傅呢，真给厉害！之前呢，大白做味料理啊，都让我们非常惊艳，而且都没有重复，太厉害了。好，太极嘎来品尝看到喽，吃看看。哇哦，咬落去嘅豬仔係咪噴汁誒？好 juicy 它的哦！醬調就超好吃的，好吃吗？你覺得如何？你覺得哪？他一直吃爆米花，爆米花全部等下留給他好不好？喜欢吃吗？媽媽剛才有學到嗎？有。好不好吃？好你的第好吃11比例猪对不对？对。如何？口感如何？很赞，很入味。然後創舉就是你要爆米花，究竟唔是按用石膏，非常非常好吃。那個主廚實在當厲害當強呢，我有安尼新嘅想法來做嘢出菜啊呢，嚇。像爆米花，一般來講就係做冷搭安尼食天天啊，冇想到講做得那樣醃菜，嚇安尼正經講起來，我吃到大家根本有學到嘅，川豆學到川到嘅，學到嘅嘿。其實乃本來是有一套菜，你也想這麼做？是否做爆米花？不給做掉咧。來做個巴斯爆米花。不過該七師傅該伊比利豬烙爆米花真是當好食，因為該伊比利豬有這下多，該爆米花強下食，唔會按肥，該泰式酸辣醬有嘟嘟好，唔會甜酸，唔會甜辣，當厲害。下次還是可以做拔絲啦。對，我考慮換別的。好啦，真嘅這份的好吃了，觀眾朋友都不卡地圖看到，你會發現到其實冇困難，麗婷都可以當小幫手啦。最主要呢，你要發揮你的想象力跟創意哦。而且米頭是穩重耶哦，去國外的時候真的要買他們的壽司回來，對不對？好啦，好期待耶！啱個頭前呢1比1，馬上出來進行水杯麵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面試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水杯麵館呢，真正嘅愛來拼一下嘅咧，風吹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板頭醬，板頭醬，來，借他們看一下，一聽冇看過板頭醬哦。因為一般看到飯頭醬哦，就是勾吐司該種，但是這個是鹹的。鹹的。水杯麵館菜名係乜嘅？菜名是什麼？一起說。印尼沙爹拼盤。哇，拼盤！印尼沙爹拼盤。有乜嘅都有。破音啊！對。有印尼啊，有伊朗呢。哇，哎，當澎湃呀，已經有伊朗呢。真的，來問一下，集氣一下哈。安娜、麗婷，水杯麵館呢？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幫媽媽加油哦！好，莎莎來看一下藍水的鴉片哦。啊哦，大家看到你啊，特字開頭嘅這個好好小解一下，給你帶來係乜嘅？鐵子嘅醬汁，做乜解會講鐵子嘅醬呢？當然會留佢搭鐵去。哈？哦，有樣哦。馬上按大餸咯。係啊，永遠濕啦就。啊，嘅濕濕的夾啊，濕鐵就好咧啊，嘅純咧就得撇咧。所以伊係用埋東西做嘅。伊係顏色嘅豆腐魚嘅醬嘅留下來嘅汁。喲，要得個春下來就要咁賣咧，結果應該溜起來做啲鐵子醬。嘿，有樣。所以今日那啲醬
走出来料理全面按到嘛？很多酱香鲜虾炒板条，炒板条。等一下，你要品出已经要好好品尝一下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用嘴都已经准备好势，现场马上来倒算。 3、 2、1，唱开始好，喽！我在快洗手喽。来，第一排看你噶做现场的印尼沙爹，对不对？那个酱啊，之前你就要先做好的啊。哎呀，韩国，然后你讲金蛋强力挺加来儿婷婷哦，动辛苦。等一下เรา去了解一下，好，或者也可以跟他会不会跳太加赖啦，0911。莫乖啦。同伴都有各自法哦，现在这个很流行哦，我不听狗哦。这样很辛苦。啊，来，等一下，因为一汉又有家来儿，你听一下年纪差几岁？他没有觉得辛苦啊， 14歲啊，很开心啊。对了，對啊，但是因為佢趙勳下主條而係啥 key 模漢樣，社區教什麼呢？教那個印尼的文法，客家法，這個要加熱嗎？哦，加熱，嗎加熱，它就像烤的意思啊，對，啊因為干烤，對這裡沒有那個有沒有？烤箱，嘿，沒有那個烤你唔會箱，回來了。跟你壓下給黑馬該要雞牛啊，雞牛，給牛，给牛，雞牛，那個是該牛弄了什麼醬呢？哦，秘密武器，咖喱，還有姜黃，還有香茅，他一全部講出來，還有走勝利呢。很有比安例啊。豆嘞，你看那邊的醬料去烤，重點是麗婷都會幫忙哎。他會幫忙啊，他也會去亞視讓填修嗎？就哦，你看他就看到吼，故意是不是節目吼，他都給我點媽媽的修啊用。那個姐姐，我們這個你說雞串啊，像你們做生意啊，我特別去先嘛，該應用嗎？有廠商啊，特定的啊，又廠商，厂商啊，對對，啊，你的雞肉係雞腿肉啊，明白？還是雞腿肉，應該種的嘛，該種。然後調椒，甜調椒，哦，甜醬油，甜醬油，哦，甜醬油是炒個印尼炒麵炒飯的醬。好讚哦。甜醬油，還有奶油，印尼的奶油，哇，哇，還有咧辣椒醬啊，個做辣椒，哇，那就等一下再量好不好？好好，我們我也不想片走好不好？我們有現場試吃嗎？那我們兩個先走有啊。，OK，好，哇，蝦貢眼多爭哦，哦，炒飯挑用蝦貢誒，咁下公等下我薄學係冇？哎嘛，要嗎？不是啦，對妹妹，哎，我的台语但是可能要炒蝦頭。啊，你下頭啊？没有一起啊。姜下炒啊，姜蝦啦，佢講姜蝦炒，啊，你見落去門係因為你要吐出去去準備嘅啊。佢準備嘅啦，哦，必宜的主場。嘿，你家下小嘅眼葱嘅嗰種鐵子醬係幾做嘅？咩啦，捱做嘅啦哦，姜你捱做嘅啦，嘿，所以你出題目給他。唉，哦，啊，你做乜嘅會用到用譬如說春下來嘅嗰種來溜頂用？冇誒，其實喺捱七甲不卡就做豆腐魚嘅啦，本來哦，係啊，哦，誒，豆腐女王，哎，苗栗咧，唔係苗栗咧，豆腐唔係苗栗咧，唔係苗栗，大係宜蘭咧，宜蘭咧啊，在地嘅，在是好幾代的嗎？還是你提一台？唔係啊，啲啊加乾樹香，真多你。食下來，喺竹藤叫係啊，來難聽到我哈。然後係講法有得可以講法，來來，啊，我要你一個綠的，然後走出來，係係係。好好好好，係啊， B。嗯，那這一道菜啊，因為你沒客家面嘛，你不是客家人，对对，那你印象中的客家炒板條是長怎樣？酱油嗯也是炒酱油，就是怎麼只有炒醬油？你靈魂是什麼？它的靈魂，靈魂，板条啊，對啊，它是其中之一。爆香用啊，爆香对啊，香油風飛啊，所以我們今天準備安豆的蝦貢，沒有蝦米，對，没有。係要下工对对对，他會加蝦米，但是我用蝦子。哦別香啊，哦，對蒜頭、酸頭用用啊，哎辣，椒辣啊，椒晚一點，因為我怕它會很辣。你說晚上8點嗎？好， 8點還可以爆這些東西。晚上很熱，太晚太好，我們等下再過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那我們先爆香一下，OK？好，還沒，哇，哦，這是要試吃的嗎？哦，啊，你要看一下嗎？係啊，你安寧爆好咧啊，你好咧啊！
等一下还没，还没妈啦。妈，你弄那么少，这样没有办法一个人吃到一个哎。还好还有，哇，弟弟唔讲笑呢。这样啊，基本家庭就按个特制酱要用下吗？有哦，有啊，有啊，所以腌的时候就係用嘅鐵蔗醬係嗎？唔係，還要配種嘅醬，哦，啊你还有加特制酱吗？特制有酱有有，有加了呀。嘿嘿嘿，这个味道是你妈妈搞你的吗？在没，印尼的妈妈还是怎么样学会的？我去網絡看的，然後自己在調，而且我姑姑她在巴厘島有開餐廳，她的親戚，巴厘岛的巴厘島就是这种烤肉的啊，對對對都對，稍微微焦啦，通路人。對對對，对，可以吗？可以我可以可以哦帶團啊。而且這個東南亞的料理，它最主要的靈魂就是檸檬。真的。我手破烂么？哎啊，便宜哦，哎呀，這樣少一點，少温度ต้อง夠。枪蛇聽得阿妹走爸爸媽媽走勝利嘅小朋友哦，海雷玉哦，他比較容易貼心，对，然後真的比較快長大。你一定没有哈。對我沒有，我們爸媽上班族。你爸媽上班族，要上眼煙了呀，上牛，要上眼用係嗎？哎，好咯好咯，好嘞哈，可以起。鍋嘞啊，沙爹还要放满个饮料，这样子啊？啊，配印尼的啤酒，印尼啤酒，印尼嘅啤酒又買冇窮樣嗎？冇強壯，印尼的啤酒當好食的，所以你愛吃好嘞啊。等下他就聊。含就2開。哦，我是男生好，先看看孔改片好嘞。 OK，好好， ，OK。各位，你们现在吃的是丽婷烤的哦，嗯，烤的好不好？一級棒。给他们拍拍手好不好？很厉害耶，懂后吃的。哦，好嘞啊！會好咧。你醬汁多下一嘞啊？啊，好啊等下陣我邊。没有，你剛剛先問，因為該還冇看到你倆醬怎麼個走出來。爆香之后啊，然后就加了一点蚝油，还有糖，就这样子，哦，所以你嘅板條冇冇炒，它，没有用它。就直接淋在上面。我有看过咱家該還蠻平。呀，这个對對，哎貼现在要加哦我们的那个秘密武器。等我們來哈。对，半条我们是弄去 Q 它炒，其實我有看過這種吃法，就淋上去做。對對，是應該不是說淋是烤板上去。這就像我愛到一個宴會，是這有板條焗龍蝦，板條是坐對底下，對對對，啊魚露挑一條醬嘿對，就大概板條是有梅頭啦，係啊，有相反。誒，嘿嘿，對啊，你有幹嘛改調味料嗎？了哈，有雜麻風啊，好友啊，有一點糖，蚝油有波西糖，有一還有米點糖酒嘿米酒都一些米酒啊。哦，他就用馬戲啊，哎，有麻酸頭，哦，安是好了，安你醬汁冇蒜頭多。薑，冇，按你就拉嘞，按你拉嘞。好，好所以安都好嘞呢嘿哈。嘿嘿，按你拉嘞，嘿。来，那我们过去好，喽。加油加油！哎呦，差唔多咯。這真的凍窮個印尼的烤肉呢，超赞！巴厘島上好，芭蕉葉嗎？芭蕉香葉。蕉葉、蝦蕉葉，啊，你再吃起來了。哦，餓了哦。一款又什麼了？哦，嘿有什麼？有沒有熟？有熟嘞，那我跟你很熟嗎？很熟。不熟。哦，一直跟外聯姻。嘿，不，跟人家姜呢？嗰種吼，一種都是印尼的沙爹醬。係沙爹醬哦。哦，這個是日本嘿，嘅。燜一下，啊，兩面係特製的辣椒醬。這個特色的，這個做的。我還有這個，這個是在地的傳統的口味，傳統的五味醬。哦。嘿，然後這個是泰式醬，泰式酸辣醬。新，嘿，泰式酸辣醬。嗯，還有這個是印尼沙爹醬。哇，所以講，這個就是沾這些吃就對了。對啊，有嗎這個也可以沾這個，很可是東西太少了，一吃。哎呀好，下次去我們好好好，OK，好。吃好啦。好，我們來倒數天寒嘞。公安豆。哎來啦，啊，先倒倒數了哦。哎，好，天草馬上來倒數嘍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最杯米館咯，咱要開料理，較針對咧。好了，要最杯米館已經等唔切，快嘢都拿起來，而且第一擺呢都節目當中了，食到印尼嘅沙爹哦，而且係真土印尼嘅米頭，大家試試看呐。跟辣椒凍蛋呢哈。老頭，那个醬好吃。你不要看到辣椒。誒，佢呢個條條醬哦，唔要呢個辣辣，不過厲害係所在，它是有保留嘅顆粒感，
各位，你们现在吃的是力挺烤的哦。嗯，好的，好不好？一级棒。给他们开拍手好不好？很厉害耶，懂红色的。尤其个酱哈，特别好吃。但想吃就该提条酱好吃，它的那个甜辣酱就开胃的那个也很好吃。它这个花生酱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嗯，而且有颗粒，对，很香，但是再怎么好吃都不比我们的好吃。哦，大家来。有是吗？你挑不一行好食哦，挑不一的姜啊，哦，种一米啊。韩国嘅酱哦，佢哋很容易上也放血了，所以我觉得不会过咸。它最特别的係，他们那个铁鸡嘅豆腐鸡哦，你们第一就掺嘛嘅，然后我平常食嘅豆腐鸡就都冇強咗。哇，弟弟你很捧场哎，半条全部是枪枪哎，有后生吗？板条好吃还是沙爹好吃？妈妈的，到底还有两个。妈妈都腿饭有试过半条吗？有吗？哈，下加板條，還有炒會加板條。咱做兩片哦，我好食嘅豆腐雞，他家印度好食豆腐雞，但是你們的又更特別。谢谢，自己幫自己拉票。哎，有樣，懂貼片。係啦，所以今天動男拼哦，等下就看一下師傅講應該項目係用版嚟，殺殺嚟看哦。見數你都睇最背面嘅成績會很用版呢，七師傅，搶分數，耶！好，休息一下，搶看小戴師傅，哇，有運啊！去跟媽媽 give me five。講一下，師傅真係好好講一下。俺们本蓝队是正常有班的，你的虾子有你在上街博前讲，你的虾头不去煨那个汤汁，配合佢个豆腐里的酱汁落去煮，佢使用该虾讲的梅头是正常的问题哈。俺我本两片其实讲两片没动有性，一次走4个酱，鱼露、辣椒酱跟花生酱，哦，还有一个柠檬，哦，你们的佢酱汁是咯，全部都摸可能不同层次的感觉，所以俺感觉出来两片动有性。啊，还有一点是讲，甲鸡胸肉配到冻吼，比較嫩。他配雞腿、腿肉雞力腿，挺烤的，雞腿肉力挺烤，对烤不对？到我上爱底是去印尼出国，给没食烤的微胶，可是它的微胶是靠给酱汁，该花生酱汁落去洗，好，唔会讲太有焦味啊样嗯哦，是吗？结果七师傅的拼意哦，还在炫耀自己出国。对，没有，就是要多吃一些才知道怎么去异国料理这些东西这样，对纯粹是因为我们没得到分数啦。对。哦，来谈看一下小戴师傅。其实两腿圈走动哦，咱腿两片吼，佢虽然讲该摸板条摸还炒过，唔好是迄个冻呛松，唔会讲冻咸爱用板。该虾讲啊，该咸味啊、甜味全有出来，拄好。啊，不过俩味呢，乃俩粉是粉滴滴，佢该芥肉直接烤到拄好，啊，到该沙爹酱全部倒起来冻好吃。好啦，泰西港每次都好聊哎，他排谁蓝队两位老师哦，怕安永会吧，我帮你争取一下，安娜姐。今天我们赢他们1分啦，下一次他们去你们那里吃，你请客好不好？哦，好，當然好，可以嗎？我可以啦。等下可以哦，好，冇問題咯。该有名片啊，有名片，名片好，你很久，你不能跟他收钱哦，不能跟他收钱哦。可以好，好，那就好。必须冻好吃。那发名片是不是？好，弟弟发，帮你传过去啊。我留一张。好，哎，凭券免费哦。可以，只要今天我宿舍可以去点吗？可以，可以哈。每个还哇，哎，他真的会去哦。可以，他今天住这边。幫我分享留言按讚，好，所以点分享。郑嘉玲。好 ，OK。評論分享留言按讚。好了，马上就来颁奖嘞。耶！有冠军嘞！太开心了吧！尤其是刚才那最悲迷的 ending 都拿到名片了之后，哎呀，我们礼拜6就来去东山夜市。好，係啊，对呀，真好去豆包嘛哈。做得。好啦，正正咬落共鋪咯，鳳珠得到了3分，藍珠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鳳吹天苗得到3000元的價值金。恭喜！大家來看下咱出的片，不應險險哦。你係嘛嘅呢？玫瑰金垂紋不粘鍋劇組，你係從二台而來的哦。3
3个哦。里面有3件组，对不对？就30公分、20公分，叫20公分太感。厉害了啊！他一拜碧仪姐就要煮大锅的炒板条哎。哦，好哦，好哦。来，先来问一下，今本日呢年纪最小的参赛者，唔讲呢，给四出青斗丽丽婷第一次上电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一次来参加的心得，跟你的同学、老师好好推荐一下，好不好？会紧张。嗯，然后什么东西好吃？爆米花吗？爆米花，还有什么？爆米花还有什么好吃？那我问你哦，你回家可以做那爆米花给妈妈吃吗？可以。真的。哦，像下一次就卖沙爹，旁边就卖爆米花。可以的哦。对啊。哎，姐姐，她跟你抢生意哦。对哈。下一次行開過來嘛？要。耶！謝謝。安娜姐好妈妈，好媳妇，真的给我做暗后的料理，她又很，你看她在这当中，她最开心了，她很乐在其中。第年又够安怪。对，整个心情如何，心得如何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感谢梁凯师傅还有主持人哈，本阿里机会来阿里参加哈，我是觉得从国外来到这边也可以融入我们的异国料理，例如说我的沙爹，台湾没有烤肉吗？烤肉。可是他用那个一家烤肉丸家乡，那个烤肉唔一样，冇強壯，冇強用，嘿，我都是咧啲沙爹，比如說我去教學啊，就是有用這個沙爹來去帶給社區來分享。对，那你下一次如果我们再来宜兰，你会再来吗？我會，一定會的。真的哈，打來。那我们节目有不用到 YouTube 档口分享给你在印尼的家人，好不好？哦，有啊，一定要的啦，一定要的啦。哎，那你现在用印尼话跟在印尼的爸爸妈妈讲一段话，好不好 ？Halo Papa Mama, selamat siang, selamat sore. Saya sekarang ada di TV Hakka. Hai, mau lihat boleh? Oke. 就是说 ，Hello， 爸爸妈妈，我现在有在客家电视台上节目，对，换字幕君会。对，也是有一点时光了，对。好啦，有意，谢谢。哇，接下来我们蓝队这边要带来是泰文的表演。泰文，我了恭喜哦，第一姐，今天第一次参赛，对，有哪个感想吗？很紧张，但也很刺激。还有谢谢老师们的指導，我又多學了很多道菜，可以用這個鍋子回去慢慢的炒。節目到合我的線上，蘇明姐到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參加的感想。今日真件當歡喜，我一聽到有安尼個消息講有客家電視台而來呀，錄影伊個節目哈，伊個主持嘅節目，我一直想，我當想參加。不過我主持方面唔係講當位啦，我平常時就會煮本自家不看顏色安尼聽聽吼，佢根本嘅食材當好用呢，也會有兩位安強嘅煮出來，然後按天數，按啲嘅料理嘅下來，然後按天數，我知道真件啲呀學到當多。係啊，料理方面要注意很多乜嘅事情吼，因為啲呀節目當中呢就有學到嘅，十分當歡喜啊呢。對，是我們的榮幸。像淑明姐讲的，料理呢，叫他来搞朋友啦吼。哎呀，跟正英中奖中獎啊！對啊，特別呢，看到心肝爸爸佢來到宜蘭哦，就老爺嘅太海窮用，唔但將米色又加多，現在心情又快。那拜你來宜蘭噶哈，我們先公布消息，現場開放，大家一起來參觀。好，冇問題，也可以現場簽名啊。做得啦。好，所以歡迎大家加入報名參加比賽哦。第二。我們說，哎，這樣一講的話，啊，你現場可以來賣沙爹哦。哦，可以，當然啦。好了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